来，乡亲啊，继续要来讲这个洛梨，有人讲是西洋来，而这个金是世界纪录，是上营养的水果。咱就来看台湾生产着洛梨的重要乡镇，台南的大内，安怎用洛梨来翻转着这个社区的经济？落来会使千变万化。烧好蓝豆油加麻酱，这落来紫面上悬的记录，一天会使卖3000包。有人落来幸福果精华的红马水真天然。要养生的茶包，造型真古水的手工纱纹，这个产品有文创元素，提升质感。伫台南大内这个出落来幸福果的重镇，将我靠落来经济改变社区。比以前好多了。农民真欢喜，赶规地籽来伫卖。较早才会爱等着的物件，即摆会使趁钱。差不多提升10%至20%的经济效益。不会伤肌肤，我们不使用化学商品。透过劳动部多元就业人力的计划，将人力带入社区协助行销，短短1年尔，业绩成长2倍，带来超过100万的营收。这薪水可以回来，那可以让我们地区的话更有活力，而且更有朝气。这款的方式发展社区产业经济嘛，希望讲未来会使互农友过更较好的日子。